弟兄姊妹平安，今日要幫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生命裏嘅使命。咁喺耶穌嗰個時代，當時嘅猶太人，佢哋正在羅馬帝國嘅統治之下，百姓佢哋伸長個頸，期盼着救主彌賽亞能夠嚟到拯救佢哋，所以佢哋喺嗰度等，人人都在猜測，或者係施洗約翰真係上帝派嚟嘅基督，因為先知已經幾百年冇喺佢哋當中出現，而施洗約翰嘅出現令好多人都眼睛一亮，知道施洗約翰就係神差派嚟嘅先知，因為佢能夠佢減對當權者對好多人佢嚟到斥責罪惡，就好似以前嘅先知咁樣，所以當時有好多嘅人佢哋擁擠着同埋追隨着施洗約翰，但施洗約翰卻始終冇越過基督先鋒嘅界限，反而不住嘅把眾人嘅注意力引向一位能力比我更大嘅。施洗約翰清楚自己嘅站位，佢冇越過作為基督開路先鋒嘅界限，並且佢謹慎嘅注意唔在人前嚟到偷竊神嘅榮耀。施洗約翰做一個唔浪費生命、竭力踐行使命嘅人。施洗約翰對跟從佢嘅人嚟到講：我係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嘅要嚟，我才比佢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施洗約翰又用咗好多嘅話嚟到勸百姓，向佢哋傳講福音。施洗約翰深知自己嚟到世間嘅目的，同神交俾佢嘅使命，就要為主耶穌預備天國嘅道路。佢為咗完成為主耶穌預備道路嘅使命，佢用咗好多嘅話，不斷嘅勸誡百姓，向佢哋傳福音，甚至因責備希律王強娶佢兄弟妻子希羅底嘅緣故，導致最後佢被收在監裏，甚至最後佢被殺。咁施洗約翰嘅一生講我哋知，人生冇使命就冇意義。施洗約翰應當成為今日基督徒銘記同效法嘅榜樣，為咗佢嘅使命而活，傳耶穌係彌賽亞，係救主嘅好消息，令唔信嘅人歸向上帝。使命感來自上天嘅呼喚，並由內心深處嘅願望所驅動。乜嘢係使命感呢？使命感即係一個人對自我天生屬性嘅一種尋找同埋實現。每一個人都有天生屬於並適合自己嘅角色，無論你係醫生，或者係科學家，又或者甚至係一個廚師都好，都有屬於你自己嘅使命。相信好多人都聽過三個石像嘅比喻，有一個人佢就遇到三個石像正在做同樣嘅工作，就問佢哋：究竟你哋在做緊乜嘢呢？第一個石像就講：我在鑿石鼓。咁第二個石像就講：我正在設一道牆。而第三個石像講：我正在建一座大教堂。咁呢個比喻常常用嚟講明人嘅格局同埋境界。咁第一種人佢只係睇到眼前嘅事，第二種人只有階段性、中長期嘅目標，而第三種人就係把自己嘅工作同埋人生嘅使命聯繫喺埋一齊。需要解釋一下第三種人所講嘅大教堂同其他建築物唔一樣嘅地方係，從佢開工之日到佢完工之時，往往要橫跨幾十年或者幾百年嘅時間。使命感來自上天嘅呼召，並由內心深處嘅願望所推動，係一種唔帶任何利益、超越自我價值嘅價值觀同埋意義感，係一件就算
係自己睇唔到佢完成嘅嗰一日，都願意為之投入一生嘅時間嚟到去努力，用佢嘅精力嚟到全心以赴。使命感對於喬布斯係用科技改變開世界，所以我哋而家有 Apple。咁對於扎克伯格就用 Facebook 將世界各地嘅人做連接喺埋一齊。對於嗰啲清楚自己使命嘅人，若冇咗使命，人生就冇意義啦。我哋常常在思考生活嘅意義，但係有啲人認為生活本來就冇意義，係我哋自己俾咗佢呢個意義。使命塑造出生活嘅意義同埋價值。生活可以睇作為一張嘅白紙，我哋每個人都係個畫家，我哋就憑借着自己嘅選擇同埋努力去塑造出生活嘅意義同埋價值。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嘅經歷同價值觀，正係呢一啲嘅經歷同埋價值觀，讓我哋對生活有咗唔同嘅理解同埋感受。亦因為係咁樣，生活嘅意義係多元而富有個性嘅。比如在工作當中，有啲人將成就能夠成功作為生活嘅意義；在家庭中，有啲人將快樂同埋溫暖作為生活嘅意義；在追求夢想嘅道路上，有啲人將探索同埋成長成為生活嘅意義。每個人都係生活嘅藝術家，可以用自己嘅心靈去創作。我哋可以用愛同埋關懷俾予他人嘅意義，可以用奮鬥同埋努力追求自己嘅夢想。生活嘅意義唔係一成不變嘅，而係隨着我哋嘅選擇同埋努力，在不斷變化嘅過程當中嚟到塑造出嚟嘅。就好似一位大學當教授嘅爸爸，有一日佢失去咗佢嘅女，佢感覺到生命再冇咩希望，之後佢就開始自暴自棄。但係在一次嘅父親節裏邊，佢忽然覺得個女好想佢做啲乜嘢，於是佢就振作起嚟，佢決心好似對待仔女一樣對待所有嘅學生。後來佢就成為咗佢大學裏邊最受歡迎嘅教授。咁有位女登山運動員在攀登一座世界級高峰嘅路上，佢感覺真係要爬呢座山真係太難啦。佢正想打算放棄嘅時候，唔再爬嘅時候，佢嘅丈夫就提醒佢講：你爬山唔係為咗你自己喎。於是佢諗到自己登山嘅初衷，最初佢諗到嘅就係為咗榮耀上帝。所以最後佢唔單止堅持爬到頂峰，仲打破世界紀錄。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怎樣差遣你們。聖經話到耶穌好清楚自己在世上嘅人生使命。佢在12歲嘅時候，耶穌喺聖田佢咁話：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21年之後，佢在十字架上臨死之前說成了。呢兩句話陳述出佢卓越嘅人生架構，一個目的導向嘅人生。耶穌完成咗天父交俾佢嘅使命。耶穌在地上嘅使命，如今成為咗我哋嘅使命。使命係神賜俾每一個基督徒嘅偉大特權。我哋若果唔能夠完成主所賜嘅使命，就等於我哋浪費咗主所賜嘅生命。當耶穌離開地上升上天，眾天使歡迎耶穌歸來，然後天使長就問耶穌：尊貴嘅耶穌，請問你已經完成咗你喺地上嘅使命啦，但係你將繼續落嚟嘅使命交俾邊個呢？耶穌就回答：我將呢個大使命交咗俾相信我嘅門徒啊。天使長就問：你將咁大嘅使命交咗俾啲門徒，會唔會好牙煙啲呢？佢哋之前拍心口講
在同你一齊死，佢哋都願意。但係你一旦被捉、被鞭打，佢哋就走死唔愛命，雞飛狗走。咁依家你仲將咁重要嘅大使命交俾佢哋，穩唔穩陣㗎？要唔要我哋喺天上宣告，做全世界都知道晒？耶穌話唔需要，我相信佢哋一定能夠完成使命，因為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係照樣差遣你們。所以我哋係被差遣嘅。你嘅被造係一個使命，你嘅受造係為咗要完成上帝託付你嘅使命。神佢正在世上動工，佢要你加入佢嘅工作，呢個任務就係你嘅使命。神要你喺教會有侍奉，在世上有使命。使命 mission 呢個英文字源自拉丁文差遣一字，身為基督徒嘅意義包括被差遣到世上去做耶穌基督嘅代表。正如耶穌話：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成就你嘅人生使命係榮耀神，使命係耶穌在地上使命嘅延續。作為佢嘅跟隨者，我哋必須繼續耶穌所開始嘅工作。耶穌唔單止呼召我哋歸向佢，更係要我哋去傳揚佢。你嘅使命係如此嘅重要，以致耶穌有5次以唔同嘅方式在聖經嘅5卷書裏邊重述。佢似乎係對我哋講：我確實要你哋切實了解呢一點。在大使命裏邊，耶穌講：你們要去往世界各地去，使所有嘅人都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並且教導佢哋遵守我所給你們的一切命令。呢個任命唔係單單只係俾牧師、傳道、宣教士，而係俾每一位耶穌嘅跟隨者，就包括你同我。耶穌俾我哋嘅大使命，正如軍官對士兵發命令，士兵聽到命令就一定會遵守。耶穌呢個大使命對我哋唔係一個大建議，而係一個命令。咁你冇選擇嘅餘地，因為聖經話你必須警告他們，使他們能夠存活。如果你唔出聲警告惡人，停止惡行，佢哋都會死在罪中。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係嘅，我哋嘅使命係一份美好嘅特權。我哋得到嘅使命係一份非常好嘅特權，係連天使都冇嘅特權。呢一份責任雖然係好重，但能夠被神所用，卻亦都係無比嘅榮幸。保羅話：神已經賜我哋職分，要我哋勸誡所有人與他和好，蒙他喜悅。我哋嘅使命包括咗2個特權，就係與神同工同埋代表佢，講俾別人知道如何能夠得到永生，係我哋能夠為佢哋所做嘅最偉大嘅事。假若你嘅親戚、好朋友患上愛滋病，或者係患上癌症，你要醫好佢哋呢個病嘅妙方，但係你卻拒絕將呢個良方讓佢知道，咁樣就係罪行。比呢個更惡嘅係，你將神赦免之道、人生目的、平安同埋永生之道嚟到收埋去保密，唔講人知，咁我哋就真嘅係犯大罪啦。我哋擁有咗世上最好嘅消息，就係與人分享呢一個好消息，係我哋對別人能夠施最大嘅恩惠。人嘅生命中冇耶穌係幾咁嘅絕望，我哋必須要謹記，唔理人
睇起嚟幾咁滿足，幾咁成功。若生命裏邊冇咗耶穌，佢哋係毫無指望嘅。我所指嘅就係佢哋對永生係毫無指望嘅，而且係邁向與神永遠隔絕嘅地獄。聖經話，只有耶穌可以拯救罪人，所以每個人嘅生命都需要耶穌。你知道嗎？只有我哋有呢個傳福音嘅特權，因為連天使都冇咁嘅一個特權。你嘅使命具有永恆嘅價值，呢個使命對別人嘅永恆命運有非常大嘅影響。佢比世上你所能達到嘅任何工作、成就、目標更為重要。你使命嘅結果能夠繼續到永遠，你地上嘅工作嘅結果卻冇辦法持續到永恆，而且係非常嘅短暫。你所做嘅冇任何事比幫助人與神建立永恆嘅關係更為重要㗎啦。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嘅任務係如此緊急嘅原因。我哋將永遠可以與我哋所帶領嘅人嚟到慶賀永生，但帶領佢哋嘅工作就只有限於今世。你嘅使命帶俾你人生意義。如果你冇完成神俾你在地上嘅使命，你便浪費咗神所賜俾你嘅生命。由於你所在之處以及神創造你所賦予嘅特性，在呢個世界上有啲人只有你先至可能接觸到，只有一人因為你而進入天國，你嘅生命便對永恆作出貢獻。你嘅被造係為咗一個使命。依家就請你開始注意，在你周圍嘅人宣教嘅工作，當你嘅家人、朋友、鄰居或者同事，有啲人仲未信主耶穌嘅，佢哋在屬靈上佢哋係失喪嘅，佢哋係絕望嘅。呢個諗法有冇出現在你嘅思想當中呢？神嘅話非常清楚嘅強調，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哋可以靠着得救。無論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只要冇基督就係失喪的。魔鬼寧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唔想要你同人嚟到分享你嘅信仰。你做咩好事佢都唔介意，只要你唔願意去引領人講天堂、講耶穌，對魔鬼嚟講咁就夠啦。當你真嘅認真要去做，要去完成神嘅使命，可想而知魔鬼佢就一定用盡辦法，用盡各種方面嘅辦法，使你分心，使你冇興趣，使你驚，使你唔願去完成復活嘅主吩咐你嘅大使命。要記得，你我嘅生命裏邊係有神嘅大使命嘅，所以大使命係俾每一個人嘅，係俾你同我嘅。我哋同心祈禱，愛我哋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多謝你，因為你在我哋生命裏邊都有特別嘅使命。我哋被創造就係因為要完成呢一個大使命。耶穌好清楚佢在地上嘅使命，施洗約翰好清楚佢在地上嘅使命，亦都懇求主你幫助我哋能夠清楚我哋究竟在我哋所能夠影響嘅人當中，我哋嘅使命係點，我哋點樣有能力嘅將福音帶俾佢哋，幫助我哋，堅固我哋。我哋咁祈禱，奉靠耶穌嘅名，阿門。惟願主賜福俾你，保護你。惟願主用佢面上嘅榮光照你，施恩與你，賜你同你一家平安。下個禮拜我哋再見。